你知道嗎？中國有句老話叫富不過三代，這句話的背後究竟隱藏着什麼秘密呢？今天我們要談論的是中國富人的困境和他們的出海策略。從財富的第一代到第三代，從創業積累到制度守成，中國企業家們正面臨着從未有過的挑戰。在過去，中國第一代富人主要通過創業積累財富，而第二代則需要靠制度守成。然而，第三代如果想要延續家族的財富，就需要靠文化和教育。但是，當前的中國企業家們面臨着許多困境，包括財富的速度跑贏了制度的成熟，缺乏法律結構、信託體系與合規，甚至被視為高風險資本。近年來，中國內部外部環境的變化，使得出海成為不再是選擇題，而是生存策略。國內外匯監管強化，反壟斷政策落地，稅務信息自動交換 （CRS） 全面實施，使得資金流向透明化。同時，美元升值與國際利率變化，使得全球資產配置不再只是避險問題，而是收益結構重建問題。許多中國企業家開始意識到，出海不是為了逃避監管，而是為了在全球範圍內重建全球化配置版圖。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企業家們需要將出海從動作升級為結構，從個人意志轉化為家族制度。只有這樣，財富的故事才可能超越一代人的榮光，進入跨世代的秩序。但是，中國的資金外流是受到外匯管理制度的限制，個人和企業的資金跨境流動皆需符合嚴格的審批與報告機制。在企業層面，資金出境需經外匯管理局 SAFE 與商務部核准，涉及真實貿易背景、投資審查以及外匯結算規範。個人層面則有年度購匯上限，每人每年$50,000，且不得以分拆方式規避審查。因此，如何有效地進行出海策略，避免資金被凍結或課稅，成為現代中國企業家面臨的重要挑戰。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了，希望對你們有所幫助。如果你們想了解更多關於中國富人和財富管理的知識，記得關注我們的頻道。未來我們將不定期推出更多與財富管理相關的內容。感謝你的收看。